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靈修默想嘅經文係約翰一書3章第1節。經文一開始，使徒約翰就講：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。約翰喺呢度並唔係平平淡淡咁樣陳述一個教義，而係作出一個呼喚：你們看，看啊，係一個強烈嘅情感，就好似講叫我哋停落嚟，你睇清楚，你細味一下咁嘅意思。或者我哋對神愛世人呢句說話太熟悉啦，熟悉到已經唔再有任何感覺，任何嘅觸動。我哋會話神愛我，我知，我早就知啦。但係喺呢度，約翰提醒我哋唔係單單知道就足夠啦，仲要停低落嚟看，要仔細嘅看，要思考，要再次被觸動。今日我哋嘅生活節奏都好快，資訊亦都好爆棚，有時候就算係讀聖經，都好容易都變成咗去為完成進度。喺呢度，約翰呼籲看啊，佢叫我哋停落嚟，你睇清楚啲，先放低忙碌嘅工作，先放低手上邊嘅手機，先安靜我哋嘅內心，然後好專注咁、仔細咁看一件事。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。其實我哋嘅靈命往往缺乏嘅呢，唔係聖經嘅知識，唔係教義，而係一份缺乏對真理嘅讚嘆。使徒約翰喺度唔係單單講父愛我們，而係講何等的慈愛。呢個嘅何等係帶住一種難以形容、超乎尋常咁樣嘅一份讚嘆。神嘅慈愛唔係講緊單單係一份嘅好感、一份嘅同情，而係一種徹底翻轉我哋嘅本質身份嘅大愛。呢份嘅慈愛唔單止係要解決我哋一啲問題，而係要重新編寫我哋整個嘅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你願意再次停落嚟細味一下神對你嘅大愛嗎？你願意讓自己再一次被神嘅愛所觸動嗎？約翰繼續解釋，點解神嘅愛能夠大大嘅觸動我哋嘅心呢？因為神嘅愛嘅偉大之處，唔單止係在於佢赦免咗我哋，而係在於佢全然嘅接納我哋，令到我哋得以稱為神的兒女。得稱為呢個詞呢，好容易俾人誤會，只係名義上嘅，好似只係稱呼你為兒女，但實際上你都係外人，唔係，絕對唔係。所以約翰再補上一句：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呢句說話講俾我哋知，神唔單止喺天國嘅名冊上邊加咗我哋嘅名，神仲將一個真實嘅父子關係、父女關係與我哋結連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稱呼，而係一種生命嘅結連，係身份、權柄、關係嘅真實存在。有邊啲人可以得着呢個身份呢？經文話我們，呢個我們又包括啲乜嘢人呢？包括嗰啲曾經悖逆神嘅人，包括嗰啲曾經活喺罪中遠離神嘅人，
亦包括嗰啲曾經軟弱跌倒、羞愧嘅人。耶穌話：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而是召罪人悔改。保羅話：基督還在我們作罪人嘅時候就為我們死，喺嗰個時候，神嘅愛就已經向我們顯明了。我哋原本唔配被稱為做神嘅兒女，但係因着天父嘅大愛，而家我哋確實有着神兒女嘅真實身份。難怪約翰咁樣讚嘆：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。問題嚟啦，神話我哋係個兒女，但係我哋自己又點睇我哋自己呢？有啲弟兄姊妹經常覺得自己不配，睇自己做僅僅得救人，係被神勉強接納嘅人。但係約翰話：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呢個唔係取決於我哋嘅感覺，亦唔係取決於我哋嘅表現，而係取決於神嘅應許同耶穌基督為我哋成就嘅救恩。所以今日我哋無論喺咩光景，我哋都可以用信心咁樣宣告：我哋唔係被神勉強接納嘅人，我哋都唔係僅僅得救嘅人，而係被神用重價買贖翻嚟寶貴嘅兒女。我哋唔單止得救，我哋仲擁有一位天父。我哋唔單止被赦免，我哋係一位有天家、有天父、被愛嘅天國成員。經文話：世人不認識我們的理由，是因他們未曾認識父。冇錯，世人佢哋未認識天父，自然就唔認識我哋嘅身份。但係今日我哋係在基督裏的人，好應該深深咁樣為到我哋係神兒女嘅身份嚟到去讚嘆，嚟到去感恩。或者我哋而家有一啲默想嘅時間。